气天神吼，因咧泰国我行台湾同款吼，迄气天神的代言人吼，叫做地洞啊，吼，咱就叫做地洞，哎，管你叫做啥吼，发就讲这就是像咱地心嘛，所以呢，因迄气天神嘛是要来爱我紧的行功立德呢，伊嘛是要迄个爱功德，通要我去度化有缘的众生，伊要通爱功德呢。所以呢，咱去到泰国曼谷的时阵呢，因为咱泰国咱老去咱就知影黑龙江所以咱从曼谷去到市桥爱4点钟，这叫做短走的啦紧紧啊你若从清迈到曼谷爱1点钟的，所以4点钟算短呢。所以呢，当咱去到迄个市桥的时阵呢，因为遐个领导呢，伊安排讲爱来有云，对市桥要去有云，爱1点钟。而且伫迄中间有要放所以呢，咱就爱较早出门诶。迄天呢，咱就4点爱起来，规款款诶，5点出门，食饭在车顶食，因为咱约到清到因诶所在在10点，还是点到，咱迄讲遐2点30几个，了后佫继续行，食饭饱12点，佫继续行去有云。那有云来的时阵呢，咱的迎面座的，这内底刚好因为恁妈妈真正着入班，好恁恁做你真正无简单，办道的精神真正互较钦佩，迄个热度啦，迄个热忱嘛咱迄个讲迄个啥，伊咧上班，因为伊要来有云去做红所以伊单坐无人机，爱坐无人机的时阵呢，伊来甲互客讲经理，互客甲咱讲，互咱报告，迄个太太啦迄太太就是迄个气天神，伊讲伊敲电话来的时阵互客想讲这个是啥物啦？结果呢，伊就甲报应，讲这拢是甲因太太咧，今仔日太一只，可能问人一只较有咱助理啦。伊就甲讲助理，你去有云，你到底是啥物时阵要倒来曼谷啊？伊就讲阮若19号、20号就倒转来迄个曼谷啊，伊讲安尼我甲你讲，我20号就有度人啊，你爱来点你爱请点老师来伊讲好啊，伊是照迄个基础的心意尔啦，伊迄个讲迄个啥气天神，伊知影现在大开普渡，三朝普渡，毋是讲咱人尔，连呢气天神他也要积功累德，希望伊以后回礼天，所以呢，伊咧大帮助到。伊讲好啊，结果阮倒来到市桥隔工，就倒来曼谷。倒来曼谷的时阵，安排要去点倒啊。咱3点外去到6点因为迄道亲伊爱等下班啊，新道亲等下班还点啊，2点20岁，阮互较倒到曼谷的佛堂因为算卡倒去曼谷已经要16点。咱幽灵助理佮送迄个机器因为伊毋是住外遐迄个另外一个所在，倒去到因兜已经2点半。倒去到因兜讲到要3点，明天还要上班，他甲讲，你这种办道的精神真正无简单，因为伊把这个身躯立身行道，伊好好把握这因缘，所以各位浅显，咱有这个身躯就是把好好立身行道，毋通甲咱这些业，那口呢，口伫咱的身躯里